康巴適唯一能夠預防疤痕形成嘅產品。喺傷口愈合嘅過程，如果冇辦法抑制疤痕增生，好大機會就會留下一條伴隨一生嘅疤痕，有時甚至要做手術添。做手術除疤痕好貴喎，尤其是嗰啲明顯突起嘅疤痕啊，除咗影響外觀之外，仲影響埋自信。其實疤痕係咪真係可以預防㗎？梗係可以啦！要預防疤痕，首先要預防傷口嘅肉芽增生。關鍵係喺傷口愈合之後，立即使用康巴適。康巴適含有2大專利技術，真正能夠做到預防疤痕。DSN 專利配方，防止傷口肉芽增生。SDAA 專利抗菌配方，防止傷口受細菌感染，加速愈合，只需要薄薄地搽喺患處就可以啦。真係好有用，一搽就覺得好清爽、快乾唔黏膩，傷口愈合得快好多啊！預防疤痕不是夢，用咗康巴適，預防疤痕真有效。手術意外受傷疤痕真有效，跌碰撞傷、寵物抓傷、煮食燙傷疤痕真有效。康巴適守護你的家人，預防疤痕嘅救星。